艺术水个好，古今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文水理。好朋友，咱研究台语，啊，原来加减讲一寡俗语咧藏势，各种是无迄个条件，讲要甲你教什么铁理。啊，毋过咱互相知识做参考。亲像人民间伫咧讲笑，定定咧讲一句讲，跋筊解毋好，真侪人听有诶讲吼，跋筊这吼解起来毋好啦。啊，咱拢知影民间咧流传讲，什么人识筊？韩信识筊。我先来讲四句人，人过去诶人讲韩信识筊真出名，筊爱互戆诶赢。尾啊人听到这两句了，后壁甲他了，甲赞了。讲实在都无影，戆人输甲惊。对，真正跋筊解毋好，毋是叫你讲吼，这个习惯解起来毋好，是讲跋筊相当诶毋好，解歹解毋好就对啊。所以毋知影讲筊是啥，筊是纪律学。咱莫讲师傅啊，莫讲有做手，莫讲跋歹筊，就干那讲正正当当，有当着啊你赢，有当着啊我硬去配，这都未必然是好代志。毋则讲人民间流传讲韩信，就是因为带兵马去战项羽，所有五路各乡镇、各省份的兵来到他乡外里，倒牙起来要作战，会思念故乡的母囝父母呢。韩信真动头壳讲，归去啦，设筊互恁拔啦，啊筊海互戆的赢哦，尽量甲伊哦。就是因为真侪只爱跋筊的人，说这个话，想这个理由，讲我戆啊拔，有当着嘛着我包牌包遮久啊，即便换我马有一个好无？实在都无影，戆人输甲惊，劝人唔通跋筊。啊，毋过这个巧的甲戆的对比，台湾还佫有一句俗语，足值得咱做参考，就是讲巧的食戆的。啊，戆的咧，戆的人下句，这个长辈就会甲咱教讲戆的食天食地，对啦。社会吼有当阵啊要共害满满是，巧的要食戆的要甲你害好死，伊还会甲你牵起来，吼，你即块吼3、4个人担要相争啦。毋过戆的担要安那来，咱过去台湾人足朴实，咧共教讲咱莫甲人计较，戆的食天食地无要紧，天甲地互咱食袂空呢。总是天拍天请，天会保庇。咱莫甲人计较，莫甲人相争，咱半暝枕头贴无悬悬，困后的路面比较啥较好。啊，用无就加要共害，巧的要食戆的，这咱俗语话咧甲咱讲，就是真正袂久长。所以这正正拢老祖先的道理应用伫现代社会，啊，佫真会通，啊，佫真值得参考。